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16日，诗篇71篇14节来讲，总是我要常常望，我要哪久哪学落你。三角来祈祷，我要常常望，搁学落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尊贵甲美善的上帝，你赐下你的恩典予阮，也将平安藏伫阮的内面。主啊，你是温柔甲慈爱的天父，你体贴阮的软弱，知影阮的不足，就将快乐赏赐阮，也予阮通知足来快乐。主啊，感谢你极大的疼临到阮。主啊，真侪人望的是健康、财富、名声、地位，将世间人看作是成功的上帝。总是这个拢是短短10000年就过去，最后拢归空空。主啊，阮所望的是你，阮所渴慕的就是你。主啊，阮要哪久哪听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咱所望的。咱也要常常到伊的面前来学乐，甲感谢伊的名。愿主时刻甲你三个伫底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